多用国拜将求和，向您进献了珍宝。 护驾！护驾！太子觐见。 东瀛派遣刺客行刺于我，罔顾父王下旨停战的美意。既然如此，即刻拔营，血洗东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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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统领，我们刺杀太子失败了。 断了的刀也是无用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殿下，已经查过了，那些刺客又是碎星谷的人。有了，太医，你先撤吧。孤知道，拿他们换了3座城，够本。殿下，您这旧伤不能不当回事儿啊！这隔三差五总有刺客来刺杀你，真是……明日启程，停战，回陈京。东瀛这内乱，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急召您回去成亲，陛下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杜宾，不可胡言。是。喜迎太子妃！据说宁国公家的小姐贤良淑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从未有人窥见其真容，正可谓女德之典范，与太子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哎呀，这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对，如此良缘，实属难得。难得，难得。
太子殿下神龟，留有口谕。什么？死了？太子妃，跪听。这位统领怎么称呼？我叫杜宾。小杜统领。我在。太子妃，请讲。请问，我还需要殉葬吗？太子妃说笑了。太子妃，请安心养胎。姑姑，太子已死。哦，太子城府极深，死得蹊跷，为防有诈，主上需要信任。我会带一只眼球回来。殉葬之事我听说了，做得不错，月见。
怀孕只是权宜之计，待确认太子死讯，我就不。主上有命，将错就错，找人借种，生下皇孙。姑姑，这是不是太荒谬了？别忘了姑姑教过你的，不问缘由，只看结果。做我们这行的，为了任务，没有什么是不可抛弃的。东宫之内有我们的一个眼线，组织尚未启用过。现下太子已死，时机成熟，你去跟他接头。以紫花为信，暗号是天剑丸。夜来香。是。谁？二殿下，您睡了吗？二殿下。为了任务，闪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。来教教你啊！你可别耍什么花样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您就是谷里的暗桩，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哼，你其实是想说，我怎么会暗下跟你们私通，意欲谋害皇兄？我等乡野小民不敢妄议皇族。也是，
你等荒野小民，也就只能暗杀太子，迷奸二皇子罢了。殿下，方才的刺客似乎就是假冒的太子妃。这个杀手心思倒是灵活，有点意思。早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那时候在喜堂就应该直接将他拿下。你还用得着受这种罪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杀手如何伪装成尹国公之女替嫁？您是说，碎星谷的幕后主使是尹国公？碎星谷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，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尹国公不惜以刺客、替女出嫁，与碎星谷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若直接将刺客拿下，恐引起怀疑。对了，吩咐下去，假死一事和太子妃有孕，不可走漏风声。已经嘱咐过了。要是这两件事传出去，那陈京小报不得炸锅了？他们平时最爱的就是您的风月轶事，这次的标题我都已经帮他们想好了：太子勾引尹府千金，竟龙胎案结。殿下，那您还要继续杀他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着他继续演吧。孤道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况且，孤的暗桩也是时候该启用了。是。殿下，将，您不会真的和他？属下多嘴，属下告退。哎，殿下，算了，没事。太子妃安。小度统领，我来给殿下。
可否就让我们一家人说说私房话呢？那属下就在门口。夫君，你要我殉葬，我呢，只要你一只眼睛可好？居然骗了我，没死。杜宾，我在。太子妃，你这是何意？殿下神龟，妾岂能苟活？妾身正欲自裁于殿下之灵前，幸而老天开眼，实乃陈国之幸。是啊，医学奇迹，陈国之大幸。原以为是把普通的刀，没想到如此雕花狠毒，倒是姑小看你了。听说郭与太子妃有一孩子，我这是保命之计，殿下大容应该不会计较吧？人之常情。那太子妃，你今天为何带着利刃到灵堂自裁？一天一个主意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是继续杀你了。殿下真是冤枉妾身了。妾身在灵堂之前出于自保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妾身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就想着怎么能让殿下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了呢？什么功夫，能用内力围出运脉，还能逼出眼泪，挺厉害。当然是杀你的功夫，不过哪儿比得上殿下那起死回生的神功呀？这老奸巨猾的太子。
太子妃，你头上怎么好像有白头发？武将之女，难免的。孤倒想看看太子妃身上还有哪。皇上召太子殿下进宫见驾。二殿下，玉妃。烦。穿件衣服吧你。你那杀千刀的皇兄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们得快点。昨夜刚和太子洞完房，今天嫂嫂就来私会我，想必是我那皇兄外强中干。不中用了。殿下与人说话，一向喜欢离得这么近。哎，我可太喜欢人了。人的身体、体温、气味，在这冷宫中，就像阳光一样稀缺。我可以帮你杀了太子，助你离开冷宫，但是你需要给我毒药。你怎么知道我有毒药啊？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太子之后，立刻通知我。为何？为何？因为杀了太子之后，我便可取而代之啊。你一双异瞳如何办他？我自有办法。成交。那我便多嘴提醒你一句，我那该死的皇兄有那么一点点不好对付。真是多嘴。哎，有意思。殿下，你回来啦！这不是太后送你的项链吗？你怎么戴在脚上？好看吗？就让我看看，你还有什么花招。天冷了，太子妃，把席烧好。哎，殿下，天冷最适合喝汤补补身体啦，你尝尝。
太子妃。哎，我要殿下嘴对嘴喂我。如果不愿，那就算了。二殿下和太子还真是不一样。哦，有何不同？你比他有意思的多。那嫂嫂更喜欢太子还是我？我更喜欢酒。嫂嫂与我还真是心有灵犀。你一直都住在这里吗？双生星，国运。怎么，想灌醉我，套我的话？聊聊天嘛，你喝我也喝，互相了解。
怎么算套话呢？好啊，那我就问问你，太子怎么没有被？就像你说的，他不好对付。该我了。或许还有一种可能，太子知道我要给他下毒。瞧瞧，还是不够信任我。你眼睛从小就是这样吗？怎么？你怀疑我是太子假扮的？确实有一种药水可以改变瞳孔的颜色，但最多维持2个时辰。无一例外。没有。那我就等你2个时辰。是吗？你为何加入碎心谷啊？你喝醉了，嫂嫂。我没醉。天渐亮了，该回去了，嫂嫂。再见。远超2个时辰，应该无误。杜宾。属下这就去探查。我也不喜欢下雨天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只是眼睛不一样，就被认定天生不祥，连他死了都没人关心。
你这一身挺好看的。那上门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我先回房间，给父母准备点礼物。有礼。杜宾，我在。前些天，姑刚好得了几块上好的端砚，那就带给尹国公。再去库房里面找些上好的翡翠珊瑚，给尹国公夫人做首饰。是。太子妃，你可还有其他的指示？没有。那我们出发。好。别跑！让你跑，让你去！你打，打完了就还我！我去！让你去，让你跑！住手！他偷东西，我还不能打他吗？这个够吗？呸！贱胚，只配吃我踩过的。你给他道歉。凭什么？他偷东西还有理啊？你锦衣玉食，自然可以高高在上的批判他偷东西。他若不是活不下去，又怎么会冒着被你打死的风险偷你几个破馒头？你算老几呀？啊？老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妃殿下，一家人不必多礼。丫头，
瑶瑶，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会照办的，不要伤害我们的女儿。小杜统领，阿娘，阿娘，人前还是装装样子，免得家人看出来。别叫我娘，你不配！你们用毒控制我的瑶瑶，把我的瑶瑶害成这样。 我们尹家绝不善罢甘休。尹南瑶，你有个好娘亲。阿娘，今日孤为太子妃立个大的。 追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救我！瑶瑶！饶救我！别松手！废话，我又不傻。殿下，殿下！
只是这样一来，那女刺客估计是小命难保了。天可怜见，跟瑶瑶一样的年纪，却整天刀光血影的，而且他还救了瑶瑶的性命。阿东，撤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救我！一群废物！主上息怒。太子妃那边怎么样了？太子和月剑一同坠崖，现在生死不明。月剑还挡了杀手一剑，恐怕……我还以为太子殿下养尊处优，不会做这些错误。我还以为尹国公之女贤良淑德，不会拳脚功夫。陈宇，你再对着鱼发呆，咱俩今天都得饿死在这儿了。啥也不会干，
你看那个鱼都焦了，鱼尾都焦了，焦了才好吃。那这给我吃，你是无福享受了。我入军营那年，16岁。父皇为了力量，让我行军打仗，隐瞒身份。所以，行军多年，我也学到了。那时候虽然很累，但是很开心吧？在家中，你被唤作什么？属下后驾不周，请殿下责罚。臣看护不严，让太子殿下在我家后山遭遇行刺，臣罪该万死。你确实罪该万死。国都近郊，天子脚下，碎心谷在你的地盘上做此狂悖之事，姑提醒你，你是姑的岳父。不管外人怎么说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都是姑的人。臣愿誓死追随太子。还请殿下兵退左右，臣有话要说。太子妃重伤在身，故无心所事。你身为人父，总该学会关心关心自己的女儿吧？乖闺女，爹爹明日去东宫看望你，你安心养伤。
属下失职，没看护好殿下，害您犯险，请殿下责罚。此计凶险，也不能怪你。殿下，有关尹府之情形，尹国公应当不是幕后主使。尹家大小姐似被奇毒控制，像被碎心骨劫持，尹国公夫妇才会被迫卷入其中。你去一趟尹家，告诉他们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不愿意深究，让他们不要在太子妃面前露出端倪。等剿灭碎心骨之后，我定会为尹小姐取得解药。是。殿下，还好你没事。你这刀没开刃。喂，你站住！你别走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还要揭穿你这个骗子呢。我与尹南瑶通过信，你们的字迹一点也不一样。等！放肆！太子，擅闯东宫内院，伤姑的太子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此人为何有些面熟？不是的，太子哥哥，是太子妃想要打我，所以什么才……太子妃有伤在身，郡主要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他有伤，他还有啥伤了？他哪有伤啊？他力大如牛的，刚才差点没把我弄死。真的，太子哥哥，你都被他骗了。我从书房中找到他的字迹，这和我通信那个尹南瑶的字迹完全不同。你看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满口胡言。你知道我太子哥哥喜欢文静淑女，所以就假装不会武功。我堂堂郡主邀约你去打猎，你回绝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连封亲笔信都懒得做，还在这儿跟我装柔弱。你刚打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谁告诉你，姑喜欢文静淑女？你少给我造谣！姑就喜欢力大如牛、武功高深、怪会骗人的。至于你，以下犯上，罪当斩首。哎，别！但看在郡主的面子上，100军棍。沈墨领罚。你
你领个屁啊！你领这100棍子下去，你都打成肉泥了，还不如被斩首呢你。太子哥哥，什么是我的人？我不许你罚他，他做错的事情我自会处置。你倒挺心疼他，那你来处置。什么？你抬起头来。这样总行了吧？太子妃累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说我官会骗人？怎么？你真的欺骗了我？殿下不信我？我只相信眼中所见，心中所感。若你我之间有任何的欺骗，
属下什么都没看见。遥记得关门啊，殿下。杜宾，太子妃有伤在身，派人伺候好她。若出现任何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卖簪子嘞！卖簪子！卖簪子了！卖簪子喽！殿下，您是想买簪子送给太子妃啊？怎么，不可？您就不怕他拿簪子刺杀你啊？属下只是担心你。卖簪子喽！哎，来看看，看看。杜宾，属下在。哦，谢谢。你觉得孤的太子妃怎么样？卖簪子喽！功夫不错，心思也浓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好像更狠。不过，他又好像不是完全的嗜杀冷枪。在街上遇到乞儿被欺负，他又是出头。何事？属下被人迷晕了，太子妃不见了。太子妃跑了，她不会是回碎星谷了吧？任务屡次失败，他现在回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
都不想剪了？阿玉，我们回家。今天的事，你就没有话对我说？今天，多亏殿下前来救了我，要不然我就被贼人杀了。谢谢你。碎心谷大势已去，已经威胁不到我们了，你尽可安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他们竟敢闯进太子府，明明守卫把我带走，太猖狂了。以后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扰了。太子究竟如何得知碎心谷的位置？难道二皇子其实是太子的人？你说的没错，他对姑就是不愿心软。殿下，您跟他明说了，都说了。姑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，他一定。或者您就等太子妃来了，直接告诉他，您就是太子殿下，早就知道他是碎心谷的人。不行，这件事要让他先放下顾虑，开口，姑才能指明。不然以他的性子，只有2种后果：恼羞成怒，直接一刀。若真是这样，那还好，就怕他直接跑了，消失于江湖。殿下，您现在的想法很危险，真的。嫂嫂，几日不见，怎么如此狠心啊？嫂嫂，你没事吧？
我只是担心你寝食难安，情难自抑而已。还请二皇子自重些。嫂嫂，你真的好绝情，我是真的很担心。该不会你对我皇兄有意思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我且问你，碎心谷的位置，太子殿下为何会知晓？我皇兄自然有他的情报网。那我如何知道二殿下没有与太子殿下勾结？信不信由你。我早就提醒过嫂嫂，我那皇兄不简单。我不信你，我们以后不必再见面。嫂嫂，哎，他心里真的有我。殿下，你能不能别笑了？我有点害怕。多宾，我在。我该怎么做，才可以让他卸下防备，向我坦白？属下斗胆猜测，这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太子妃缺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安全感。殿下有所不知啊，这两人谈恋爱就像是打牌，这告白交心就好像是交出底牌。越是聪明的女人，越不会主动告白。讲重点。哦，所以，在没有得到确认心意之前，没有足够的安全感，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。安全感。房子，我娘说了，千金万银不如房契。阿月一生漂泊无所依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居所，还有家人。殿下，您从前可从不研究女人心思啊，满心都是家国大业。我看你倒是颇为了解女人心思，怎么，有心上人啊？殿下，你就别拿手下说笑了。我这一颗心，可全都扑在您身上。你还是说说行吧，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这边。真好看。这个东西怎么射啊？啊！给我看看，没受伤吧？箭头没有开刃，伤不到我的。吓死我了你！不是，你怎么又不开刃？这种拿出去多丢人。虽然它没有开刃，但是只要射得准，威力还是足够的。什么？有没有人和你说过，你长得真好看？郡主，太子殿下到了。看来我还真没找错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莫名其妙笑什么？小姨妈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叫我什么？郡主，太后是不是赐给过你一座别院，三面环山，地处交界，幽静避世？太后疼我，那个院子啊，号称陈京最安全的院子。卖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就当做是我交出来的第一张底牌吧。
就是你的家了。陈月别院。进去看看吧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故意的，诓我。你担心我受伤？你是太子殿下，你要是受了伤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是，太子妃罪识大体。太子殿下身体康健，不会自己爬不起来的。这是夜来香，也叫月见草，好看吗？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了。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么普通的草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都能生长、绽放。阿月，月见草，它是最坚韧的花，它并不普通。我还喜欢它，虽然只能守着月亮，藏在夜里，但是香得痛快，开得漂亮。主上，恕属下无能，月见被太子劫走了。无妨，我另有办法。5日后，让月见引太子到柳坊的天字1号房，
我自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死于民心。至于月剑，起了异心的道，不宜再用。借机会除掉吧。是。慢点。闪开！你撞了我们郡王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太粗鲁了！这位美人，赏脸陪大爷我喝一杯啊！是东瀛国的。爷，干嘛？时辰到了，还有多远？这边是。让他们等着，等老子带个美人过去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我，你连人都看不住，你做什么事呢？带路！啊，请。是他，他们想诬陷玉飞尘私会东瀛郡王，通敌叛国。哎呀，你又来早了，齐皇叔。哎，娶了媳妇就忘了你齐叔了？不敢。你我叔侄二人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？嗯？哎呀，坐。哎，酒菜已备好，咱们爷俩喝一杯。好。哎。太子殿下，今日可是为你备了场好戏。好酒。太子妃，小杜，果然浓情蜜意啊，一刻也不能分开。还不去瞧瞧？那七叔稍等。太子在里面吗？在。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柳叶酿啊，这么巧殿下也在。想要喝酒，怎么不派人过来买，自己还跑一趟？有些事
换了件这么漂亮的衣服呀！好巧啊，公子。哎呀，讨厌。大人，大人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快追！将太子引到天字1号，任务已经完成。接下来发生什么意外，可就不怪我了。鬼青，就是他。呀，小美人，换了件这么漂亮的衣服呀！好巧啊，公子。哎呀，讨厌。大人，大人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快追！将太子引到天字1号，任务已经完成。接下来发生什么意外，可就不怪我了。鬼青，苦主要杀我。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国法何在？大臣的法管不了我们东瀛人，快把狗贼救出来！跪下，跪下！郡王意外暴毙，案件重大，孤定亲自审查，还东瀛人一个交代。若有心之人借此发难，伤我臣民，挑起战端，孤定令旗，以血祭旗，我大臣不吝迎战。太子殿下有误，不吝迎战，血战血偿。太子殿下有误，不吝迎战，血战血偿。天冷，自己把衣服穿上。你生什么气啊？
我生什么气？刚刚若不是我在场，你差点被那个人杀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杀了一个人渣，东瀛攻略边境无恶不作。我身为将门之女，斩杀敌军问心无愧。将门之女，事到如今你还是……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危险，后果如何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若是我刚刚不在场，你准备怎么逃脱？若是失手被擒呢？你有没有哪怕一刻为我想过？若是被擒，殿下放心，我自会自己承担，就用我的命来换两国交好。你就这么轻视自己的性命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不可信任？你想保护我，我为什么没有资格保护你？你不愿用我的性命求和，我也不愿看到你的生命污损。我没有错。那你至少下次射箭之前同我商量一下。我如何保护你是我的事，与殿下无关。与我无关。杜宾，我在。天冷，送太子妃回房，没有姑的命令，不允许她踏出房间半步。圣王已将幕后之人抓了，是谁？京兆府尹贾镇元。是他。多亏七叔机敏，这才抓住了碎心谷幕后之人。碎心谷处心积虑，一直谋害于你，竟然已经渗透到了朝中。这次务必不可心慈手软。好，多谢七叔。太子殿下，贾大人，你还真是柔弱啊！姑只是吓吓你，怎么还晕？别！大日加斯入京后，强掳民女，欺压老少，犯下了死罪不下10桩，为何不上报？使团所带金银，流水一般的进入你的腰包啊，贾大人。没有啊。还有这提前写好的奏折。太子私会东瀛郡王，恐意图谋反，一字一句，仿佛亲眼所见。姑怎么不知道贾大人何时加入了碎心谷？不！贾镇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里通外国，构陷楚军，9族都不够你诛的！哎呀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下臣实在是逼不得已。那些碎心谷的歹徒以剧毒相逼，下臣迫不得已才……古问，碎心谷所养的那些杀手，是否都被他们以毒控制？对，太子殿下，碎心谷的谷主那是非常的歹毒啊！他给每个人都下了毒，中毒者必须得按时按量的服用解药才能续命，一旦不能服用解药，便会痛苦无比，死状极其的惨烈呀！原来是毒，那他……太子殿下仁慈，多谢太子殿下饶了下臣呐！大日。
睡了吗？殿下，妾身正在反思，没脸见人。您还是请先回吧。阿月，外头有些冷，那是妾身不懂事了，我这就去偏殿，把这里让给殿下。你不用动，好好休息。殿下，陛下急召。走。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姑姑特意给你做的。京兆府尹假意私通，实则谋杀，这就是你的结果。是。他东瀛国认可你这个结果，这便是事实。儿臣已将贾镇元的尸身交给东瀛使团。朕听说你还扣押着大日加司郡王的亲随，他们跟多起案件相关，需要配合刑狱司一起审查。朕说过，大国风范，用人至善，孰轻孰重，你还分不清吗？儿臣只是依律办事，国法在上，百姓为先。放肆！朕还没死，容不得你教朕如何忧国忧民。陛下。且说，陛下息怒，太子已经知错了。即日起，立刻释放使者，着人亲自护送郡王尸身，重进安府，定能平安无事。两国之事，自是体大。你赤夺虎符，闭门思过去。陛下。赤夺虎符，未免太过。怎么？难道还由着他再领兵去战东瀛国？东瀛野蛮好战，边境民苦，儿臣也不想烽火不止。但若祸及臣民，儿臣不得不战。父皇，你一纸赐婚急诏，对此事却一再退让，恕儿臣愚钝，无法揣摩圣心。冒进之言，不如你来做这个皇帝。少说两句，儿臣领旨，认罚。要下雨了，今夜就住在宫里吧。不必，儿臣告退。陛下。陛下。啊，七叔，你没受伤吧？不妨事。那书卷没什么分量，倒是你旧伤口不会裂开了吧？我没事。你父皇刚收到了东瀛国的一名武姬，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，以后做事需更加圆滑。还有，你父皇年纪已大，这几年又抱病，你军功过剩，难免让郡王有所忌惮。可我从未有过。也罢，他也从未真正的信任过我。刚刚陛下已经松口，你为何不澄清留下？这或许是一个缓和的机会啊。家中有事，我先告辞了。上位者，动情则有软肋。殿下，对付你，越剑就是最好用的那把利刃。
太子救了他，任务失败，属下领罚。此举无非是要惹怒太子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好借机夺取兵权。主上筹谋精妙。如果你不是太子，只是陈宇，我不是碎星谷的杀手，只是阿月，那就好了。我走之后，不要被其他人杀了，平平安安，不要受伤。姑姑，此后我与碎星谷还有你，情止一绝了。教养之恩，一命相抵，我们两清。太子虎符被夺，军中流言动荡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盗得太子金印，便可以乘胜追击，让他再也翻身不得。二皇子，二殿下的意思是，可借金印假传太子令，扰乱军心，逼宫作乱。你是聪明的。将千里相嵌进金印当中了，等他们盗走金印，放出香虫，便可追其踪迹。你
郡主，你怎么知道这里？这个院子呢，是太后赏赐给我的。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别太嚣张了，本郡主一定会死死盯着你的。要是被我抓到你负了太子哥哥的话，我就把你……啊，他是我的人。你是有妇之夫，你少乱看。那么，请问郡主今夜到访有何贵干啊？我落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过来取一下。郡主自便。走。郡主。的一个私人物件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秘？你还是第一次对我提要求呢。他有问题，不会是……今夜我会在湖心亭赏月，郡主有兴趣一起吗？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！也难瑶这个狐狸精，勾引了太子哥哥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敢对沈墨动心思啊？我得去看看你完了你！面具就不必戴了吧，鬼青。你藏得那么深，那郡主……郡主与碎星谷毫无关系，与我无关。说正事吧。金印在你手里。哎，你也不想在这打起来，惊动别院的侍卫和那位郡主吧？说说你的条件。明日有时，独月山地宫，我要谷主亲自来拿。果然有鬼！有人！闪念词。带走。郡主并无大碍，只是惊吓过度，稍感风寒，休息几日，吃上几副药就好了。有劳。
放心吧，殿下会差人送郡主安全回府。若我为太子妃到来解药，太子真的肯为我保守秘密？那是自然，殿下向来一诺千金。你就放心吧，香虫一夜都停在主殿门口，太子妃肯定在里面睡觉呢，她心里还是有您的。阿月，阿月，不好，走！太子哥哥，我早就知道什么的身份，你不要为难他。太子哥哥。 想要这金印，就进来吧。杀了你，本座也能取到金印。那我可就不保证这金印是否完整了。好一个重情重义！这个物件儿，你可认得？这是阿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 多年苦寻的弟弟，我一直帮你教养着呢。什么？哼！到底是谁？你看清再说。 大的给你，姐姐吃大的。好疼！
你们姐弟难得重逢，不想今日就同死雪中吧。你的命可以不要，但你弟弟的命不能不救吧？啊？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为你做多少。阿童，阿童！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放了我，我饶你一命。太子殿下好大的脾气，你看清现在的形势，筹码在谁的手里？住手！让你的人后退，你留下。退。殿下，姑说了，退。走。我的人都已经退下了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太子殿下对我们越剑真是一往情深，就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。不行，住手！我早已中毒，根本就活不久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以为我们杀了太子就能全身而退吗？别废话，赶紧用你来换他。好，于飞尘，闭嘴！阿月，交换之前，先把手割上。
们手上。殿下果然从未让我失望过。这伤是当年春寿之时遇到刺客，我舍身替殿下挡下一刀留下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掌骨裂，经脉损，从此拿不动笔，做不了皇。 你是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柳芳之事，二皇子是你假扮的。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，你我叔侄二人，竟然也会走到这一步。敢问王爷，往日恩情教诲，可有真心？我早就说过，全之一字，淬人真心。你身在这个位置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。 孤家寡人，好一个孤家寡人！此事你莫怪我，要怪就怪皇权不可分，怪皇家无情。你若不是储君，那你我二人就不会走到死生相对这一步。你想要皇位，你有本事自己去谋反啊！ 皇帝驾崩，皇子必须孱弱无疑。于飞尘，你优秀强大，于飞尘，偏离3分不会死。于飞尘，杀了他！太子哥哥，神魔，来得正好，一起杀！我教过你，神魔。 啊！
云。什么？你别吓我呀！什么？叶剑，叶剑，阿月，太子妃体内毒蛊刁钻狠辣，以草药压制，只能暂时缓解。这蛊毒乃南疆邪术，实在是……殿下，我回来了。我搜遍了碎星谷和圣王老巢，把所有的解药都带回来了。快！好。禀殿下，这些都是对蛊毒无效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！太后赏我的救命药果然有用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本郡主还没答应呢，你不许给我死！快去告诉太子，月剑体内的是蛊毒。什么蛊毒？我找解药时，
这是为何？七皇叔，你教养我10余年，施恩如父，但又暗生逆行，多次构憾。两相抵消，你我恩怨就此了结。我会派人给你医治，送你去封地安养，往后余生，你我之间不再相欠。你是为了越剑？好啊，好一个青痴！我曾对你说过，动心不能动情，动情不能显人前。你都忘了吗？王爷的教诲，我之前奉容归逆。稍后，我会让太医来给你医治。不必了。饲养叛军，谋害楚军，罪大恶极，当立即斩草除根。你是我教养的，你应该知道，当断不断，必生大患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优柔寡断，畏手畏脚。本王筹谋一生，败给你，也不算大志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七叔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不要！七叔，母骨以血为床，可以以血为饵，诱其易主，或许可以救回太子妃。阿月，阿月，
来，我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就……你不会是在诓我吧？你说的是哪个？你说的是他屁股上那个，还是胸前那个？那个，他伤还没好，你们还是……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别瞎想啊，我就是上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。啊，我懂，我都明白的。那我就不耽误你喝药了，你好好养伤。阿姐。老臣拜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殿下。英国公不必拘礼。老臣今日来是特意感谢殿下赠送解药，小女已经大好了。
殿下并非母骨的原始宿主，自古入体与母骨争斗，蛊毒交煎，已是内息混乱，脏腑大伤。恕老臣医术不精，回春法术。多谢太。难道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回头我都能看到？太子病重，太子妃张贴告示，广求天下名医，但有能治愈殿下之人，赠钱万金，填千顷。苍天不公啊！太子殿下如此年轻，这怎么？这可如何是好呀？这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办呢？官爷，不知太子殿下这得的是什么病啊？
我后悔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找到了，我找到办法了。蛊虫只能寄居人体血脉之中才能存活，人体气息断绝，蛊虫自然飞出，寻找下一个宿体。这是怎么个说法？气息断绝，蛊虫是飞出来了，那人不是也没了？我听说江湖上有一种闭气之法，可以闭气数息，但不伤害人体。太子妃所说的这种功夫，老臣不知，但老臣知道有种针灸风穴之术，能暂时隔绝生机，但非常危险，最多只能封闭一盏茶的功夫，超过这个时间，药石亡医。来了，一只，两只，就剩最后的蛊王了。还有最后5息。我还没出来，等不及了，太子妃停手，立刻拔针。可是，5、4，注意力集中。3、2、1，蛊王出来了。
儿臣参见父皇。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回禀父皇，已无大碍。父皇，快传太医！长安市大你出生以来，朕第2次握你的手。父皇，听信谣言，执意出军，朕害死了你的母妃。朕错。父皇，会成为一代女君。我为太子妃，您这腰间是什么呀？这么凶残的东西，您怎么缠在腰上啊？这要是不小心伤到殿下，哎呀呀，明后天就是陛下了。您这身上还有什么呀？这些是断不能留了。过几日就是封后大典了，仪式前啊，有些规矩还是要学的。您好好看看，明天我找教习嬷嬷来给您上课。奴才告退了。这么厚的吗？当皇后这么麻烦。陛下今日刚登基，不是应该很忙吗？怎么还有空深夜私闯民宅？这几日刚继位，事务繁忙，没有时间来陪你。今天大事落定，我这不快马加鞭来给你赔个不是。陛下可别这么说，臣妾可担不起，别到时候再掉了脑袋。哎，我们这样像不像在拜天地？3日之后，封后大典，这一次，我们正式成婚。那是皇上娶皇后，我只想嫁给玉飞臣。
就现在，可以吗？好。恭迎皇后娘娘！恭迎皇后娘娘！杜宾。